讲到热天的水果霜水，有人讲盐酸啊、酸材。家己的基地是台湾霜水产区，3月中到5月中是大出的期间。今年因为无落雨也无风台影响，霜水是结甲归秋。地方也举办霜水推广活动，希望民众会当更加了解这项在地产业。巴地的霜水，农民用手工一粒一粒挽落来。嘉义县伊地乡是霜水的产区，今年因为雨水少的关系，产量比旧年搁较侪，品质嘛愈好。品质一定得较好。今年因为植物吼，伊看到旧年落起啊落完的是伊会惊，今年看因要传宗接代，所以今年的霜水特别生济，啊特别生特别大粒。伊地乡种植霜水的面积大约有20公顷左右，平均一工就有将近10吨的产量。为了要向民众推广，社区甲公所做伙举办活动，除了有霜水做的点心，阁会当体验慢霜水。霜水种了真正有够济，也有够好的。啊，算讲要办一个活动，或者一寡人来参观，讲安尼体验，讲慢霜水看是好啊歹安尼。啊，霜水真正对咱人的身体真正有好处的啦。社区表示，这是第一摆举办活动，社区的时代拢真期待，嘛希望会当透过推广霜水，互社区的发展带来改变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